民不配占有这颗星球。按你们的规则，足球定生死，赢我们走，输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。距离东海决战还有7天，人类至今未赢下一场，外星战队未尝一败。足球踢不过，那就用功夫踢。接下席，得起。欠的保护费什么时候交？没钱就跟哥走一趟。菜，给我捡起来。太极禅思劲，20年没见过这么正的架子了。你是谁？我想请你踢足球。我还要带孩子，没工夫开玩笑。不是玩笑。7天后，和外星人踢。赢了，你女儿才能继续在这买菜。躲我3个月！今天你不跟我回去，这快递你一件也别想送！让开！乔手稳，冲圈快，咏春的底子够硬。你也是来找事的？我来找你踢球。我一天送200件快递，没空陪你玩。赢了外星人，东海市的快递你才能接着送；输了，这楼都没了。小陈，你这胳膊是铁打的。少林练过几年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就你爱出风头，钢板砸坏了从你工资里扣，这月别想拿钱。这姑娘，我带走了，工资双倍结给她。大叔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踢球。青红啊，团里也困难，你这腿跳不了了，以后就别来了。武当提云总的传人就这么废了？你懂什么？我连路都走不利索了。这地方我们老板收了，今天就搬。凭什么？找事儿是吧？你疯了！打了张总的人，我这店还开不开？滚！你被开除了。形意拳的狠劲，用在球场上才不浪位。你又谁？我有一场架，需要用你的脚来打。打赢了，没人敢再随便扇你耳光。
走，要是骗我，我连你一起打。又错了，这导盲跟我有仇是吧？哎呀！呀！这！唉，八卦掌的走转功夫，原来送外卖可惜了。啊，我就是路痴，走着走着就绕过去了。球场上不需要认路，只要你能绕开所有人，把球送进球门。可是我踢球也会迷路吧？球在哪儿，你往哪儿去就不会迷路。行，反正这个月全勤也没了，干票大的。哎，老子就住这儿，你管得着吗？要闹外面闹去。椰柱投诉你暴力执话，你去地下车库看车吧，别站岗了。嗯。洪拳的硬桥硬马，不该原来受气。我一个女的，干保安本来就不容易。去球场上，你就是最稳的那道门，没人能从你面前过去，也没人敢给你脸色看。我能看见风吗？你当守门员。再是说，钱都拿出来，快点儿！别过来！截拳道的反应速度顶级，就是胆子小点儿。你要买什么？我买你这个人。跟我去踢球，不用跟人说话，只要把球拦下来就行。有人举报你缺斤短两，这一摊今天别摆了。我从来没短过声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的肉，你动一下试试。八极拳的爆发力，若来踢球，一脚能把球网射穿。踢球？我杀猪的，踢什么球？踢外星人，赢了，这市场以后没人敢封你的摊。走。要是输了，我先把你当猪杀了。在这地盘卖艺，不交钱就滚！抓到我就给你。往上接呀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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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！好！现在是你们欠我钱哦，现在是你们欠我钱哦，迷踪拳的步伐，加上这手速，球场上没人断得了你的球。踢球？我只会变魔术啊！你就把球当牌，想怎么耍就怎么耍。耍到对方怀疑人生为止。听起来很好玩，
我加入。你这手也太糙了，跟砂纸似的，下次不用你了。铁砂掌第13代传人就窝在这操凿。我这手太难看了，干不了别的。踢球不用手好看，只要你这一掌的力道，能把球轰进球门。我这手还能有用？不仅有用，还会是最厉害的武器。就我们踢外星人？开玩笑呢！我连越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有功夫底子，但这是足球，光有蛮力没用，要把功夫融进脚法里。女的，还功夫足球，逗我们玩呢。人类的最后一支队伍，看起来很弱小。他们好高啊！高怎么了？照样踢。你是教练，人类的武术可笑的花架子，是不是花架子？球场上见。这家伙气场有点吓人啊。他们身体强，但有弱点，死板。按程序踢球，不懂变通。我们的功夫，就是他们程序算不出来的变数。我不行的，到了场上肯定会拖后腿，旧伤。我摔断过腿，医生说我再也不能剧烈运动了。身体的伤好治，心里的伤得你自己跨过去。兰心姐，你手好酷啊，能劈砖头是不是？丑死了，没人愿意跟我握手。哪里丑了？这是高手的手，我羡慕还来不及呢。这群姑娘比我想的还要强。你们说，我们明天真的能赢吗？输了的话，东海市就没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拼了！他们也是2条腿，还能比我们多1条。就是，大不了我一脚把他们球门踢爆。可是，他们是外星人啊。万一有超能力怎么办？那俺就用铁头功撞他们。妈妈，你们明天一定会赢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想跟妈妈去公园玩儿。妈妈一定赢。赢了，带你去公园。都睡吧，明天还要上场，养足精神。老伙计们，看我带这群丫头
把天赢回来。他们来了，人类最后的希望——功夫女足！好快，他们速度太快了！根本碰不到球，他们太强了。功夫女足还有翻盘的可能吗？记住，你们不是11个人在踢，你们身后是整个东海市，是整个人类！都抬起头。输3个球而已，天还没塌。他们身体强，速度快，但有一个致命弱点，只会按固定路线跑，按程序踢球。下半场不用按常理踢，用你们的功夫打他们预判之外的路数。明白。云溪，你中场控球，用太极的圆把他们的节奏打乱，别让他们舒服传球。你们2个找机会就远射，他们门将反应快，但接不住你们的力道。看我的！走，下半场把球踢回来。嗨！下半场开始，功夫反击正式打响。这是什么控球？4个人都抢不下来，太神奇了！速度，他的速度居于比外星人还快！加油，功夫女足加油！5球！变数，程序里没有这种踢法。跟着球走，真的不迷路。功夫女足打入人类对阵外星战队的第1粒进球！看到没啊？老子说能进吧！不准再给他们机会！门将神了，洪拳门将，这守门方式我从来没见过。想进球，
先过我这关。断下来了，给谁？猜不到吧？哼！反击机会，铁砂掌出脚。又进了，世界波2-3，只差1球了！蓝心姐，你太厉害了！我进球了。还有时间，稳住！还有时间，还有10分钟。结束比赛，进5个球，让他们绝望。俺也进球了。只差1个了，冲啊！全部退守，守住这5分钟。我们平了！我们平了！进攻犯规，进球违法。凭什么？我们哪里犯规了？冲撞门将，进球违法，对方门球。怎么会？我们明明进了。所有人，听我号令，把你们压箱底的功夫都给我用出来！来！这是什么？11种功夫融为一体，这已经不是足球了，这是艺术。不对，等等，这是加时赛金球制。不对，这是绝杀！绝杀！霍千山替补登场完成绝杀，功夫女组赢了，人类赢了，人类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。人类
超出了我们的计算。你们赢了。